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过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的过年啊？哪有？好有病，好有病，做不来事。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卤肉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我是江苏。受到网络科技快速发展的影响，真侪实体音乐场所生意变甲真歹，亲像册店、唱片行、电影院，人客愈来愈少，一间一间禁火关门，行入去历史变成一段时代的目屎。其实，伫迄个拍远的年代，有一个行业是非常受人敬重的，这个行业就是伫戏院解说剧情的辩士。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段发生伫电影院的恋爱故，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陈明仁的参政婚姻爱情纪事，过口的甲辩士。人生有真侪代志，互咱袂按算计。原本我毋是要做作家的，尾啊，时代变迁，囡仔时我所梦想的，煞袂当实现。毋过到即阵倒转去想，嘛心实心实。我细汉就讲话袂清楚，大志个兴趣，应该毋是靠在我来卡笑。想袂到即时会伫电台做节目，讲来甲我囡仔时代去学要做辩士所受的训练有关系。我出世的庄脚真善正，认为所有的愿望拢伫土里，冰土找正的，毋是干那找稻棍尔。人用犁、猪头这类的技师斗骹手，土冰了搁再冰，生出会互人活命的食物。有人冰忝啊，去外地找生路，会当规工骹手清气淡淡的日子，哪像天堂？乌相节啊，就是安尼才去做辩士的。伊毋是阮庄林的人，毋过庄脚就是庄脚，去到倒位拢共款散甲，互人着惊。即站拢在无用残忍的石头，2-3礼拜无去街仔顶啊。无怪，即摆来看你拍甲足乌，用要变路人啊！无法度啦，做事人要过3顿，日头较炎，嘛着落田去复健。爸，恁大汉的哦。嘿啊，阿玲，你看谁来啊？我相即啊。伊是阮阿爸做兵的朋友，退伍了后，阁有咧相催。我读国校要升4年的校热，伊穿甲真新式款。乖，毋过我即阵毋是欧尚啊，我叫李健。李健，李健是我的辩士名啦。乌上啊，即阵伫二林街仔的戏园咧做辩士，真了不起哦。李健生得好。你这个后生反应真好哦。
听讲古早的电影是有影无声的，需要有人解说剧情给观众听，这就是变数的起头。尾啊有真侪西洋片、日本片，虽然有声，不过字幕看无的观众，要是需要人用台语翻译出来，变数阁愈重要。对啦，你是安怎要号做李健？这哦，着我头摆举麦克做变数，头一出电影就是日本片《李健八千段》，毋则号李健这个名纪念。哦，是安尼哦，哈，我掠准是恁师的，甲你号的咧。我家己号的啦。是讲，毋知李健先的敢有想要牵师啊？你的意思是？迄阵，阿爸拜托欧尚吉啊，带我去都市学师仔做变数。我吼一世人歹命定啦，做人的大囝爱留伫田林做土牛。毋过我这个后生真敖读册，真乖巧，做事伤拍算。安尼哦，毋知伊台语讲会煞拍无？你会使甲考看觅咧。欧尚吉啊，真正甲我考试，考什么哦？当然是考台语。这甲我这时阵选择用台语写作，应该有关系才对。欧尚吉啊，写几撮汉字，叫我用台语讲出意思，爱讲互阮姨啊、甲阿公阿嬷听有，因拢敢若听有台语尔。阿玲台语讲了袂歹，会使互伊去试看觅咧。这是故事的背景，我需要甲即款的代志先讲斟酌，过来才有法度讲过口的甲变数发生什么代志。李建先呢是伫二林街啊一间戏园做变数，古早话戏园即阵叫做戏院，敢若二林街啊就有3间。通知影台湾人兴看戏的个性，一间戏园上少嘛爱有4个人，一个伫机房放影片，一个是共款伫机房的变数，另外一个伫戏园外口的窗仔内卖戏票，上尾啊一个就是过口的。人客要入场爱看票，若无大人带囡仔，就爱买半票。学生甲阿兵哥若无穿制服，就爱看证件，才会使买优待票。过口的拢会阁兼过铁马，迄阵还无人驶车去看电影，连骑奥多麦拢真罕见。戏园边拢有搭一排平仔，互铁马骑，较袂淋雨曝日。铁马行遐的时，5个人会甲3连单，你一张搭铁马手环顶，一张互骑的人保管，爱摕迄张单才会当领铁马。最后一张就留咧做凭记，才知今仔日拢总寄几台，有几台铁马无人领转去。本地有一个阿伯，专门咧寄车的，尾啊伤老破病，就无阁请人。放映师甲变数是专门技术的，拢是查甫的。卖票是监管钱的，工课轻考责任重，拢是头家的人咧还。过口爱甲人客直接，就查某囡仔较有耐性，工钱嘛免遐悬。证件麻烦者哦。好，囡仔兄，你对象来诶？无人带你来哦，安尼你还买票哦。阿兰自17岁起就伫遮过口，目一个年嘛3年啊。工课上爱甲人客面对面，真侪人捌。伫地方应该算是出名人。我头摆看到阿兰是伫学校集体去看东京世运会影片。235、240、245。买1000个学生入去戏园，一个1块。一直蒙喙算人头，母甲规身躯寒。305、31。毋过伊面仔还是笑容，敢若真欢喜学生去看即支影片的款。来，摆啊好哦，
点好就入去。45、455、46。李建生呢，带我去的头一天，阿兰，伊就是阮外厅的后生阿仁，你就是阿仁哦。伊是阿兰，你用的时会使来甲阿兰斗骹手。好，阿兰学了讲，李建生呢，看会就目的，定着是真优秀的师仔。变书条的电影开始放才有工课。我就伫戏园蒙喙，甲阿兰斗过口，互伊去处理寄铁马的代志。庄脚戏园无时间清场，随时会当入场看续后场。上尾场做一半了后，就开戏园的小门，互无买票的会当入去看。民间所讲的扣戏尾，就是即款情形。阿兰寄铁马工课处理了。专工伫戏园前买一罐鸟梨仔糖互我，答谢我斗骹手。阿仁，这罐互你食。哇，我上爱食鸟梨仔糖，多谢阿兰。看伊妖娇的笑容，连这10岁囡仔的我都去互杀着。险，李建师傅专工请我去369食堂食饭，阿兰是陪宾。食堂就是即阵讲的餐厅，369是看板名。这间食堂的名足深色的呢。你敢知影为什么号做369？为什么？因为伊的电话番就是369。是安尼哦。我就是食堂头家爱跋新北豆仔，才会号这个名呢。迄阵有电话要真少，地方电话拢只3尾尔，意思是二林局的369番。食堂号这个名有一项好，哦，人若敲电话要叫台，免搁查电话番，有影方便呢。阿仁，你难得有机会伫外口食饭，免说去，加食寡菜哈。正爱搁解释一下，戏园是下晡1点一场，3点第2场。头场无变数，互看有字幕的人客家己观赏。第2场甲暗时7点、9点的拢有变数。下晡的5点到6点半算休困时间。阮才会有闲，通去食堂食暗。迄是我头摆去餐厅食饭，阁有妖娇的阿兰小姐甲我硬菜。袂使看到我的辨识前途是遐尼光明。先生，你毋是啥物君主，小姐，你嘛毋是啥物淑女。我的功课是伫机房见习。听师傅教一支外国片，用台语讲出伊咧做啥，连戏内底人物讲的话，嘛爱用台语学演员的口气讲出来，结查某声、老人声、甲囡仔声。无论发生啥物代志，我拢会亲像即马安尼，遐尼啊爱你，永远爱你。外国人的名奇奇怪怪，搁落落长，嘛改做台湾式的。亲像阿雄啊、阿辉啊这款的，阮师傅上接用的查某囡仔名就是阿兰。阿兰，我爱你，胜过我爱的任何一个查某人。我等你，比等任何一个查某人拢搁较久。我咧想讲，伊敢是甲阿兰咧恋爱？暗时，我蹛师傅因兜，伊有娶某啊。师傅娘真水，嘛对我真好。有人讲，学师仔爱甲头家娘洗内裤，阮师傅娘颠倒咧替我洗衫裤。
师傅嘛甲因某感情真好，哪会搁咧甲阿兰行？我愈想愈火，大人的世界遐尼复杂，我先想都想袂晓。即阵啊，对欢喜列岛来一个足歹的妖怪。我头摆举麦克讲话，是伫一支叫做《桃太郎马某塔罗》的日本片，主角是囡仔。师傅前一天叫我家己的台词记好好，第二天第二场，囡仔讲话就互我做替声演员。大家对这个妖怪是又搁惊又搁切。毛毛塔罗听了非常生气，骂讲：这个妖怪实在真可恶，我决定要甲这个可恶的妖怪解决弹杀。毋知安怎，我袂真紧张，大概天生打头就真知。师傅甲我学了。阿仁，你学辩书，想拍算人才，应该去做演员，较有利顺。阿仁真正有够，即罐送你。头摆我讲了，阿兰专工买一罐南木的汽水请我，表示庆祝。淘汰弄了后，我无机会搁做主角的辩书。毋过有一项是我专门某的工课，定定有人来戏园要找人，即马是用拍字幕的。迄阵全毋捌字的，就爱辩书用讲的，亲像往阮字外吹。有时啊较要紧的，亲像阿国啊，恁某生啊，紧转去做老爸。也是开百货店的阿星，恁遐有人客要买物件，恁某毋知介绍，红牛过因一个偌济。即款的拢我咧讲，即款服务有咧甲人收钱，讲一届1箍，免交互戏园头家。师傅就甲迄互我做所费，差不多一工拢有2-3箍银，真好康。早起时无啥代志，师傅定定爱去钓鱼，留我踮厝里写学校规定的作业。伊讲册若读无好，袂使做辩书。有一日要到，师傅娘买菜回来，雄雄问我阿兰的代志。你和阿兰有熟无？伊做人啥款？我起烦恼。希望我毋是真了解大人的代志，毋过加减嘛知影有诶代志袂使凊彩讲，都点点。安怎？人生的交代你袂使讲晓？我好啦，你若无想要讲，就莫讲啦。师傅娘嘛无勉强我讲，入去灶骹炒菜。我心内感觉对伊真歹势。这也是无法度的代志。师傅拢差不多2点半过，才会来戏园。我就先来甲阿兰斗骹手，阮两个配合愈来愈熟手。伊若咧无用别项工课，我就自动替伊顾口。有时啊，头家来问讲：阿兰去倒诶？伊哦，伊讲要去册局买寡文具。我会找一个理由暗藏。迄天毋知安怎，我过几步，阿兰煞拢无看伊人影，一直到第2场要开始啊，才看到伊目眶红红撞来。师傅嘛无意无意，对伊尻川后落送行来。我甲立落来票金交互阿兰，就对师傅入去机房。电影开始放新闻片甲见本片的时，阿仁，我人无啥爽快，你想替我讲一个？哈，替你讲哦，这支片我无信呢。
无要紧啦，怀疑是笑亏片，照你的感觉讲就好啊。我会惊。有我伫遮，有啥物好惊的？我要是毋敢，拄好头家入来，师傅就家己讲，甲笑亏片讲甲真无精神。我看到头家面色臭臭。迄暗，我转去师傅因兜，看伊甲师傅娘冤家。当时是师傅娘去斗戏园的头家，讲阿兰袂见笑，甲阮师傅有暧昧关系。头家才会专工叫因两个去问。我甲阿兰原本也无安怎，是你家己搞交伊啦。你害阿兰捌着歹名声，以后伫家里是要安怎做人？师傅娘敢若哭，无应甲一句话，翻顿工就转去外家啊。共迄天，阿兰嘛无来戏园顾口。头家，阿兰今仔日哪会无来？伊是头路啊啦！这5块互你，你今仔日先甲阿兰代班，明仔载我再去找人来顾口。哦。我趁这5块银，并无介欢喜。头壳内规下晡拢咧烦恼阿兰小姐。过一礼拜，师傅去带师傅娘转来，甲我讲：我要换去南部的一间戏园上班。啊我咧？我无法度带你去啊！你转去好好读册。哦。变书这款行业，今早晚会无时行。亲像你遮巧的囡仔，将来一定会出头。了后，搁去迄间戏园看电影，顾口的换一个小姐毋捌我，卖票的还会记得我。哦，伊是进前李建生的徒弟啊，互伊入去啦。金太太伊上爱就是伊的孤囝德温，可惜伊的爱对袂着时代啦。变书讲话老人声，老人声，我听着真袂惯势。电影看一半。阿仁，外面有人要找。阿仁，囡仔兄，外面有人要找你。哈？是谁要找我？当时是阿兰。阿仁，阿兰，你哪会知影我来看电影？阿弟有捌你诶，看到你入来戏园，无我知诶。你敢知影我足想你诶啊？我嘛足想你诶。真实诶咯，行，我请你去冰果室食冰。好。阿兰，你即摆在做啥？我即摆咧做车长。车长，就是公车小姐。我甲一个司机订婚啊，搁3个月就要嫁啊。我一直想要问伊，敢真正有甲阮迄个李建师傅恋爱过？想想咧，煞无想要问。总是亲像车长甲司机、护士甲医生安尼。顾口的甲变数恋爱，嘛是世上的。旧年有一摆，阮阿爸听我电台节目了后，甲我讲：你敢会记得迄个吴尚杰啊？伊较早嘛伫电台伫广告呢。
今仔日的广播剧《顾口的甲变事》是由陈明仁原作，罗江师编剧，夏玉华台语教程，上用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李建生的叶宪君演出，阿仁苏胜富演出，阿兰黄一林演出，阿仁的老爸关凯英演出，卖票的班立文演出，戏园的头家老变事，食老的阿仁的老爸林依婷演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串联地。放花来为生。今仔日来到民生社咧开讲的读册班，是咱台湾博览会台湾文学读册会4位代表：吴希美、林淑美、詹一瑶、叶怡欣。首先，咱来听这4位读册班分享因读这篇故事的感想。大平安吼，我希美我即马主要咧做台湾家新相关事工。这篇顾口的甲变事因为我真爱看电影，所以这篇写到古戏园的情景我感受真深啊！所摆我要分享一寡较无共的，就是我个人知影的代志。变事这个职业咧做啥较早其实我毋知啦，因为我细汉时咧电影咧放已经无迄款有影无声的啦。所以买手我是看一出意大利的电影才知啦，因为迄出英名叫做《新天堂乐园》啦。你若爱看电影的人，应该这出戏应该有看过。真推荐大家去看卖。你会对这篇文章写的这篇小说内底写的佫较了解。变事咧讲过扣戏尾顶顶伊内底其实嘛拢搬出来。这篇写的是我头一摆用台湾人的角度入捌这个顾口的甲变事是咧做啥物代志。佫有迄个古早戏园的迄个情景。我捌专工去找一寡迄个古早戏园去看。当然拢已经无咧用啊啦有一寡厝顶嘛总放弃啊古早戏园甲现代的戏院其实真无共。简单讲啦戏园有一个大舞台，嘛毋若放电影尔会使搬戏啦办聚会、比赛等等的路用拢有啦。这是咱现代人较学伫想象的所以大家若有机会一定爱去看古戏园所以这篇我嘛真推荐大家去读了后会当加了解咱一寡较早迄种戏园的迄个发展的状况甲情景。以上。好，大家好我是小美我教台语我今年已经60通话可以当教台语课堂，我是真欢喜的。我感觉真有一段写得真好，会感受着讲，咱得爱真正去感谢咱台湾的祖先还无因咱的老血老肝来开垦，咱台湾人是无今仔日这样发展这段就是241年，这段嘛我想着我的阿爸啦其实呢，伊为细汉伊住伫较热贴的迄个山顶，迄个算山顶伊对细汉就是爱斗做事啦较早呢天还袂光的时阵呢，伊就爱去迄个古早人用洗盒伊就爱对遐个洗盒内底去较洗好洗来宴会就是甲做肥料安尼佮迄落田的工课是拢坐到那山的做到咯，迄根本就较做袂煞安尼所以无怪阮阿爸呢，伊呢行破几60双下拢足辛苦，伫咧山顶安尼行到市内底去读册，一直想要去考到迄个公务人员安尼。到这篇写，互我想到阮阿爸伊迄个
古早咱台湾人的生活安尼。说摆呢，讲变数呢，这个工课呢，应该就是一个真适拍的头路吼。咧骹啦、手啦、面清清气气干那做伊迄支水安尼好绿绿佮加上这个戏呢，就是本来就一个真 romantic 的所在啦说摆讲这个纯情的少女，哪有可能无合这个变数担着咧是不是？所以咱看这篇呢，就会感觉讲，咱转去迄个古早已经戏院看了一出真甜蜜的青春恋歌啦有淡薄仔甜，淡薄仔酸，有够 romantic 的。大家平安，我是伫台语田咧打拼的做事人，过口的加变数。这篇故事呢，看了我感觉讲，人斗阵久会产生一种感情，这是真事上发生的代志啦。同一个环境斗阵咧做工课，久来加减拢会产生共苦内的这种的共同的情感。除了家庭以外呢，就是工课场的人做伙时间上较长。同时间呢，大家互相交陪久就会产生一寡好觉的爱意。咱这篇故事内底阿兰伊生做真水，阁有人缘，笑头笑面阁会晓照顾后辈，所以莫怪人拢对伊做有好的印象，而且互人的母卖起疑心袂放心，对家己翁也袂放心。人讲情关难过，咱人的感情是上歹控制。若无拄好小拍电，介意着拍安怎有当时会放袂落。毋过爱考虑家己的身份责任，毋通母甲伤歹看。另外爱尊重随人的感情责任的迄个范围，毋是讲介意着就会当无顾效果。安尼感情态度，我家己个人感觉足够错的。愈是介意对方，愈爱替对方来设想，坚持限界，做生活中的伴，兼顾双方的这种的生活责任范围，尊重双方的人格名声，安尼才会当有久长的相处。而且互相共心理解。虽然讲这是做理想化的，不过就是因为伤过理想化，做起来真无简单。讲到转来，感情的代志就是真好讲啦，心留会掉较赢甲人占条条。人生足有限的，个好运气啦，嘛放家己煞。这是我看这篇故事的想法感想。大家好，我是怡欣，现主时是一位住伫台北的上班族。我即马想要教家己的母语，讲倒转来。这篇顾口的甲变数，我就是了解讲变数这个工课到底是在安怎进行的。因为我毋是生伫迄个时代嘛，所以我对这个工课其实无了解。但是阿玲山伊逐摆拢会甲代志交代甲做详细，包括迄个电影伊的分工每一个角色是咧做啥物代志，负责的内容拢写甲清清楚楚，所以我就是完全了解讲迄当时社会这个工课到底是咧安怎舞的安尼。对，所以会当互就是亲像我这种者，会当更加了解这件代志，嘛会当完全进入到迄当时的迄个情景。除了这部分，我阁有伫小说内底观察到，早期其实占大多数台湾人生活在使用的语言就是台语。所以就互我想到，为虾米即马规个台湾社会拢在讲中国话、中国语？是发生啥物代志？大家放弃家己本身的母语，无阁继续讲，我感觉这是一个互读者会当去思考的现象。另外，故事的主角虽然是一个10岁囡仔，不过伊所看到的大人世界，就算讲伊毋是真清楚因在创啥物，不过有关就是保持大心的性格。有一段家己心中的疑问，伊无问出嘴，伊所看到的事实，伊嘛无讲出嘴，藏伫心内，无互身边的人也是对方爱了。我感觉就是阿玲先是在写一个细汉心思的迄个
表现，有当时啊，就是毋免讲伤济，就是一种真野生式的回应，就是会当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好，咱感谢4位读册伴分享因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接下来，咱来听作者闵人生的回应。好，多谢大家。我这当然，我写这就是要把这个行业的代志保留落来。因为即马连电影都无啥生意啊，兴嘛改不了啊。因为阮阿嬷的上尾小弟，伊就是做编书的。阮一个查册嘛做编书，我囡仔时代就知影编书代志。为了这个，我去戏院看电影嘛免钱，然后我啥人都免钱啊。讲我囡仔时代去红考，迄是无影啦。我一家都去尔，无讲去做编书啦吼。啊，就是讲有责任要甲这写落来啦。啊，做你嘛写编一个故事啊。啊，拄才恁讲的，国考甲编书对无吼？书记甲车长，医生甲护士，这拢是这个叫做挨某啦。挨某就是讲做伙伴啦。日本人说的挨某啦，相伴啦，互相的相啦，棒球的棒啦，这挨某就是工作伙伴啦。啊，通常就是有这代志。啊，不过我用其他角色来看吼，就是讲无甲这个代志，到底是因有啊无，还是讲到底只要唔对做判断嘛？因为爱啊，这是不论嘛，对无？那不会有无嘛？我无做判断啦，我无要用这个。道德观去看我安尼对啊毋对啦，因为我感觉爱是水的啊，虽然法律无营养、无用稳，对无？我嘛是感觉袂使甲爱，因为法律无营养就甲伊抹黑，迄我个人的观念嘛，作品无关系啦。所以我无爱甲这物件讲违反这个法律的种行为，当作是罪恶啦，我无爱安尼啦。啊，因为我是一个文学者。我爱人水，爱拢是水的，一定是啥物？当然，你若要负法律责任就好啊啦。啊，法律责任袂规范，迄嘛毋是讲就是绝对对的啦。伫世界、伫上帝、伫人类来讲，婚姻制度是一个保护家庭的。我伫这个录制的大笔内面有写一段讲，你看到就是讲，看一个狗啊，看一个狗母来，安尼看者，啊，稳了就对遐稳啦。啊，到安那啥呢？想要爱解就会知。啊，人有需要，咱加先解答，不种条件。我录制大笔就写一段，是安那狗爱啥呢？人袂啥呢？这是我一个爱探讨的代志啦。所以我袂讲用你那个角度维护这个，你讲对啊毋对？哦，以上。好，感谢闵人生。接下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伴分别来请教闵人生的问题。是讲这真明显，可是问这啊，人生的小说内底吼，真侪写着真爱国吼，啊，真侪状况是毋甘愿吼，啊，结果嘛有淡薄遗憾。啊，这篇上尾哦，虽讲无拼命讲到底迄个考的甲变数有关系无吼，不过嘛讲。若有吼，嘛是史上大啦。啊，毋知影人生吼，会安尼写，敢是有咧暗示，因确实有咧行吼。人生较早敢有捡戏尾的经验，就是干那看上尾拍吼，敢会过瘾，因为我无这个经验。想要问看卖吼，敢通请人生吼分享家己对感情的态度是啥款吼，还是你家己亲身的经验咧？以上。麻烦啦，人生。这个看戏尾毋是电影拢安尼啦，主要是迄个歌戏啦，播电视较有啦。一般电影较无咧看戏尾啦，啊若无就影视电台啦，歌曲电台啦，较有咧看戏尾啦。一般电影尾也看一半，无啥无尾较无啦。较早是因为你播电视做歌戏无，迄就有较有啦吼。啊，因有啊无吼，我想这是一个。加减有信赖爱慕啦，啊，地间所在无可能发生性行为啦，无可能啦。迄个所在无住所嘛，毋是这么方便嘛，你去带倒去，你若甲住迄环境来看，是无可能有不如出轨啦。心理上应该是有啦，啊，心理上的爱，迄个袂使触发的啦，对无？
我一世人常常咧讲等咧，我唔敢讲啊，爱讲偌济，真歹讲啦。这爱情的题目是全世界文学上主要的材料，对无？所有文学迄个歌曲什么意义，就是上帝创造男女，啊，导致浪漫甲爱情嘛。无创造男女，哪有这款物件？啊，男女甲男性甲女性本身就是上帝叫恁就是啊互相吸引嘛。啊，毋才当传后代。用这做人就是安尼嘛。啊，你讲啥对毋对？迄毋是我讲的啦。哦，这就是我创作者的观念啦。迄个感觉下面有讲一篇迄个电影有无吼？啊，我感觉这篇真正足适合拍做电影。啊，毋知算啊，人敢有人咧甲你接触讲，喂，你的小说来拍做电影的？我的小说无人知，只来恁知尔。台湾人嘛，咱三明治都不是安怎，甲你知。我搁补充一个吼，有一个日本的文学家吼，叫做浅田四郎，敢知影？我是打娱乐，伊较早30分摕得奖的，种叫做铁道员、记者员。短篇小说呢，有一篇叫做《猎户星座》，猎户星座寄来的邀请函。伊这我对翻译讲吼，猎户星座是一个正多的戏园的名。啊，迄戏园讲要收起啊，啊，女甲甲因某拢有十对，啊，两个拄要讨论要离婚啦，讨论离婚是啊，接着故乡寄来就是讲，这个戏园要收啊，要做一个放映好，叫人等去看。啊，就讲较早这个讲伫迄个戏园，较早迄放映口有无？你放映迄个口遐，那囡仔较乖，咱是遐看；囡仔较乖啦，就会当去入去放映厅迄个院啊看电影啦。咁嘛讲这个戏的故事啦，前田自然的这个猎户星座吼的邀请函啦。啊，嘛是你讲戏的，就是讲是星座，我甲恁介绍一下。阿先生，大家拢对你的感情价值观足奉献的，我嘛是共款。好，他说阿先生，你若去拄着一个赶到的缘分，你有啥物想法？啊，你若感觉这吼伤过私人，你会使莫插我。因为我是讲啦吼，我是一个假善假达的人，想要做一个伟道之士啦。但是吼，迄个我一世人吼，毋捌去甲事务的女性表示过啦，表白过啦，嘛毋捌进行过啦。所以我一世人有啦，我若看到差不多吼，真台湾话的查某，我拢心肝拢震动啦。看到什么人讲，看到迄查某囡仔徛在咧野狼啊，啊，再抱边猪肉徛上时啊，啊，甲猪肉夹来，夹去沿着，我怎么送比先呢？大家好，我是欣，我是今天上班族。我要问阿玲先，就是最后的这篇故事的结局就是主角的老爸问伊讲，你敢还会记得迄个偶像节啊？我真奉献讲用这拍来去做收煞是有啥物特别的天请，也是有啥物暗示？日本啊作品吼，煞尾真重要，ending 啊。对。ending 最重要。你看我逐边的 ending 拢会收啦，要想一个特别的 ending 啦。啊，我讲吼，我嘛要甲这个大单位讲，你若要甲伊这配合广播剧，你免抄我原本啦，你迄个广播剧安尼表做，你得去做。每一个作品你翻译就好啦，你翻译别人迄个西方作品有无吼？你像我咧翻译日本人安尼，我就用台湾起口，用台湾人，连名嘛用台湾名。啊，所以咱你翻讲外国作品了，你甲学台湾名，因为你外国名伊就要看你讲的原著嘛，看中文的嘛。啊，咱做台湾毋是啦，讲叫什么先知什么先，叫你等个名咧翻啦，迄毋对啦。你若要甲分做放假，你爱看放假较标迄个部分去做，你听我意思无？爱为你要标迄个物理做主啦，啊，原作是参考尔。所以我嘛甲大单位讲，你免猜我作品安怎，你安怎做较好，安怎做讲要较好，你就去做。好，感谢民人生呢，甲咱的读册伴精彩交流。上尾，咱赶快邀请李光曲
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芳辉老师对文学的角度来分享伊对今仔日这篇故事的见解。顾考的甲变数，敢若看这个题目就想讲这是啥？这是啥物货？这敢若即马敢若无啊的物件吼，就是即马看袂着的物件。什么是顾考的？当然这顾考的可能有人有。无一定咁样讲法啦，咱即马可能拢所谓叫做什么服务人员啦，还是讲咧即个卖票的啊，即款的讲法变数，当然即个行业已经消失啦过去日本时代有即个行业这篇我感觉真趣味，是讲伊差不多就是借这篇甲。作者想要互大家知影的古早的戏园的状况，所谓的看戏尾，所谓讲就是食堂过去的即种就是遮的部分，我感觉是伫这篇内底算写甲真详细啦大家可能毋免惊讲即个看无啥，因为拄好即个旁的故事当初制作的时阵就是挑工。用大量的注解去要互一寡，就算讲你看主人讲奇怪，这毋知啥货，但是毋免烦恼你看这个注解，拢注甲足油的啦你就会当真清楚了解这个物件。因为呢，这个作者本身对这个变数有一寡伊内面有写的，就讲作者本身其实对变数这个行业，会使讲是。有特殊的感情啦，这个感情我感觉是有可能个人亲戚朋友这种因素，但是嘛，更较明显的是对迄个时代下的这个用话语去解说电影，尤其迄个时代当然就是用台语讲嘛用台语来解说剧情，大家知影黑白的电影无声音的要安怎知影是咧讲啥这个部分。变数就是一个灵魂人物嘛所以伫迄个时代迄个时代才有诶变数这种身份特殊诶职业诶人，我感觉作者是有条件要借这款角色去，当然一方面就显要互这个行业，还是讲这种身份诶人，我感觉伊是有要互人有敬重诶心诶迄种写法。这个敬重心我同意啦，所谓敬重心就是讲。这爱靠台语来去互人了解，互人了解各种无共款剧情的电影，伊是咧讲啥？用台语讲互人听。咱即马因为台语的失落真严重，所以侪人可能无法度用台语讲3分钟、5分钟、10分钟的话。即马这变数当初迄个年代，就是爱规出电影，比如讲60分钟，还是搁较久，安尼你着爱。剧情哪搬你着爱哪用台语讲，互人知影讲即马这个人物咧讲啥创啥等等。这其实就是一个会使讲，着爱有台语相当丰富的内涵，你会听到真悬，才有法度做变数啊。但是咱即马就是因为语言的失落到一个真极端的状况下，这个行业消失，莫讲连过去受敬重的。用台语语言来保持伊的专业，这个物件嘛，对咧无人知嘛，无人去要伊，但是咱透过这个作品，会当互这个人物这款行业，佮重新互人认捌。我感觉这个重要性是不加价值啦。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故事内面有讲到扣戏尾甲人文的这两句台语词，也有一句话语叫做大志佮兴趣。所以，今日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庭春老师为咱来解说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我细汉
国小的时，拜六拢爱去华南，也是中央戏跳戏尾。这内底戏尾就是戏要煞，进前差不多5分钟，伊就甲戏园的门开开，互人入去自由看，这是跳戏尾。这内底有讲到大姊佮兴起，大姊咱知影，后期讲做考级，大姊佮爱讲话，毋知影唱歹吼。较早华南戏有黑白电影，佮无声，迄阵去看的时，会感觉真奇怪。无声的电影，透有声走出来，原来是咧放电影的时，有一个人伫舞台的边仔，有人是伫放映室来说明剧情甲台词，即款的叫做变书。那么呢，我拄有讲到，阮细汉的时拢爱去买一罐南门的，就冻落，迄个珠仔落落，了后才会当啉的汽水。是脚长长，想要小招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我远，敢会陪过阮故乡的残垣？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 K 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 K 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宏珍担任节目来宾。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古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专门去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名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上扬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翕相师傅》，欢迎准时收听。照我远，敢会照到阮故乡的残垣？白灵溪。